积蓄100年老树分多金，王春莲的民宿庭院，光这个角落就够吸引人。一旁造型独特的楼房是烟楼，是早年花莲凤林种烟叶的时代产物。你烟楼越多栋的话，表示他家越富有。所以以前嫁女儿的时候要看女婿家里，烟楼有几栋，代表他的身份地位这样子。烟叶繁华转眼空，被保留的烟楼除了是岁月的见证，还能是什么？王春莲和丈夫运用巧思转化成经济价值，打造独一无二的烟楼民宿。很好玩哈，这是原来烘烟室进来的门，所以它比一般的门感觉宽，但是比较矮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烘烟室一层一层架烟叶的地方。然后像这个木头，这个木头就是吊烟叶的木头。果真百闻不如一见，听历史不如身历其中。庭院里的整木步道，餐厅里的桌椅，还有砖瓦装饰，全都是旧烟楼里老物新用。客家人就是省在这里，可以用就是很节省，把它拿来用。吃过客家擂茶的人都知道，过程费力不轻松。王春莲教 DIY， 绣出莲花纸，堪称一绝。心情很愉快的话，吃起饭来什么都香。所以这样整个擂茶就是很脏办哦，对不对？非常道地的。啊，对对对，底下的东西因客家人的传统哦，才敢莫忘本。好，记得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是很赞的。对，是很脏办哦，要黑客家的传统，这是客家的传统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一定要放在碗。烟楼民宿道地的客家味，老板娘好客热情，外头一大片缤纷花海，也仿佛帮忙召唤客人入门来。很脏办哦，也是客家的传统。很脏办哦，也是客家的传统。